特别的灾害，但是在沿海、七股、安定，还有将军，还有在北边一点的新营那个附近，这是灾情很惨重。求主怜悯我们中会有很多教会在沿海的教会受损也严重，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建。听说现在连找师傅都找不到，因为大家都是被邀请去，赶快要看灾啦，然后赶快补救。我们也为弟兄姐妹他们代祷，让教会中会所推动的一个复建能够很顺利。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市区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平安来度过这一个台风，也求主保守。在夏季常常有台风来，大家有一个注意防备，让一切损害降到最低。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做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因为神赐下恩典，让我们在每一天虽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但是神的照顾、保守、引导，让我们能够度过每一个不同的状况，也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我们要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教导。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由中会来推动的灵命健身敬虔操练。我们分4个礼拜，把这属灵的敬虔8步来分享他推动的原因及圣经的教导。也愿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借由参与这一个敬虔8步的操练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旨意。我们在2个礼拜前，我们就正式公布我们今年的我们明年的富强50喜年的标语，简单有力，很好念富强50，向神奔驰。那富强50，向神奔驰的意思是在于说，前面这一个50是神恩典的年岁，那我们向神奔驰是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富强的恩典，我们要继续向神来奔跑，神所插的标杆，我们愿意努力跟随。这个奔驰的意思我知道中国把那个Benz的车就叫奔驰奔驰，那表示是好车，又跑得快，而且很坚固。那我们富强奔驰是为了要追求神的公义、神的道路以及神奇妙的应许。那感谢神，因为我们借由庆祝50喜年，我们用这一句标语成为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那敬虔8步的操练，也算是我们向前奔驰、向神奔驰的一个装备跟操练跟努力。今天的分享，我们从中会推动的8步，我们已经进行了分享了，一共有6个项目。今天要分享2个项目。那我们在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教导，他说：身体的锻炼固然有益，但是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们都有益处，而且是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们说身体的健康对我们一定有帮助，但是只是存在我们这个肉体的世界。但是敬虔的操练是在我们现世所生活的得着平安跟喜乐祝福之外，我们还得到永生的盼望。那这敬虔8步，我们今年其实是一个示范的，就是由我们14间教会来演练、来学习，在这半年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然后将这些推动的一个结果、数据，然后分享给中会，让中会在明年推动。因为每一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属灵状态都不一样，他们能不能够一起这样属灵8步都能够完全遵守，我们要一起来评估那当然，我们富强教会其实在很多面向都已经在推动了，我们只是说把它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向神奔驰。那这8步，我们主要是以弟兄姐妹为主体，
这8步我们在图卡上面都已经分享过了哈。那这8项当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第6项跟第7项，定额的奉献、11奉献，还有白纸布道法。那我们说定额的奉献，其实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神恩典祝福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在每一个新进的会友，我们在举行那个门徒训练，或是我们的这一个初信慕道我们在做真道问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参与奉献不是因为有缺乏才需要你，而是因为让你领受到神的祝福、恩典、感恩，然后让这个奉献不只是你能力、你的财务管理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操练，而是参与了上帝国的一个建造。那我说我们教会呢，在之前我们教会的推动就已经非常有成果了。礼拜4我们跟3位牧师还有代议长老、志强长老，我们去参加中会开会。那一天还在下很大的雨。那中会开会就是审核我们属下81间教会。明年因为中会要推动施工，需要各教会来做一个这个等于是负担金负担这个费用。它是按照我们各教会有2个指标来审核，说到底中会需要多少经费，那你这间教会要分担多少，那就全部81间都要分担。但是有2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就是说，你参与主日礼拜的人数多或少，这是一个数据。第2个数据是什么？当然就是以经常费，就是你1年我们的总收入奉献的收入多少。这2个指标就很明确地看见出每一间教会它的一个教室就它的大大小小都有市区的大型的教会，有乡区的一个弱小的教会，那这个差距蛮大的。比如说有的我们大概有20间的教会是大概50-60个人，甚至更少。有的是勉强达到一间教会能够运作的目标他们的1年的总收入或是总经费才100出头万，那等于是个经费非常的拮据。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看那个数据表的时候，我们富强教会是神恩典，因为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合一。我们看一下那个表我们一发现说，我们81间教会当中，我们教会主日礼拜参与的人数是第3名第3名。我们知道台南有2间我们长老教会发展的很顺利、很大的教会，就是天桥教会还有大光教会，他们已经20年的推广，然后他们的人数都比较等于是高标了有的是900多个、1000个这样子。那我们富强教会第3名虽然比起他们还刚好一半，但是我们算是第3名的这个次序。那有关那个经常会呢，大概我们也是第2名第2名。除了大光教会之外，因为天桥教会他们为了事工的需要，他们把一间教会切成两个项目，一个是对外的，因为他们在安平工业区那边不能设立教会，他只能设立这个什么文艺中心，但其实他们是用那个方式来对外来宣教做礼拜所以把天桥教会切割了所以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总经费就降低，所以变成我们第2。那这个不是名次的问题，而是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教会经过不到50年，我们能够在中会里面成为前端的一个指标性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尤其是在出席礼拜人数出席，还有经常会，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指标。
所以我说，我们每月的定额奉献，我们从门徒训练就开始。那这个观念不是说教会缺钱所以我才捐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你爱神，你感谢，所以产生这个行动。那我们富强教会参与定额奉献、11奉献的比例是很高，所以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一般的看见任何一个杰出的健身家、声乐家、演奏家、学者、运动员，他们有那么杰出的表现，我们当然很羡慕，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外表美好的结果，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我们这个暑假常常有一些运动活动比赛，我们看到棒球也好，网球也好，他们那些球员都是非常精湛的球技，你知道他们的训练是多么大的付出心力，所以他们在现在这个职业比赛里面，他们的身价高的让人家啧舌，因为一个人的身价好几亿啊，那是因为他们有美好的操练，你不会说平常一个人随便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很明确知道，有美好的操练，它才有美好的成果。换句话说，我们引证回来我们的信仰，敬虔的信仰不是一种自然你信主了什么都已经齐备了，不是。信主是你开始接受属灵操练的一个起步。那你能不能在属灵上面成长，不在于说你什么时候加入教会，而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属灵的操练。所以敬虔的信仰不是一种自然就会长成的，它是一种要有节奏的、有纪律的、有操练才能成长。比如说我们推动了读经，那我们只要自己认真读就好了。为什么教会要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平常最高的标准是1年就把一次圣经读完。我们有374天读完全本圣经。我们在周报里面，我们在图卡上面、群组上面，就是一直在传递。那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节奏了，他每一年都能达标。但是我们终会为了让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跟上，而不是说好像那几位高标的达到了那就一个拍拍手，而是大家都有份。所以我们比如说圣经，我们就用3年把它读完。在最基本的标准当中，我们很多人可以跟进。那其实奉献也一样，可能你无法参与奉献，不一定表示你经济不好，可能你对金钱的管理上可能有某种障碍。有的人对于那些帮助弱小、救济的，他很愿意出钱，因为他即使少用了一点费用，他觉得去帮助这些穷人非常有感动。那表示说他本身在帮助穷人这方面有负担，所以他宁愿牺牲一点享受，或是经济稍微收敛一点。那其实奉献就是一个整合我们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2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马拉基书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耶和华他用这样的应许来告诉我们说，让我的仓库我的家有粮。换句话说，让神的家充满丰盛，不是神缺乏，而是因为你的参与。因为你的参与让神的家有粮，然后神说他不是为了缺少才要你奉献，而是他要降福于你，他要借由这个看见你更大的能力，倾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无处可容意思是超过你自己本身拥有的才是无处可容啊。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另外一个是耶稣在教导或是在责备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
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是说，你们这一群人在基本上有达到1/10，是已经标准不错了。但是说你们更要在公义、怜悯、信实上要实行出来。换句话说，外在的奉献跟实质上的行出神的公义跟怜悯信实，那更重要。那从这2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旧约跟新约，耶稣他都同时提起了十一奉献的教导，所以它是一项关乎于敬虔的训练。十一奉献跟敬虔的操练为什么会有相关？有几个关系。第一个是信心的实践。十一奉献、约定奉献，不仅是金钱本身，乃是借由奉献来操练感恩。我们在这8项操练当中，有一项就是要尊荣父母。我们借由定额的孝敬父母，表达他不仅是钱的本身呐，也许父母亲他并不缺少那些钱，但是借由你的行动来尊荣父母，是操练你的感恩。其实神看重的是你感恩的心。所以可能有的刚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你的收入可能入不敷出也不一定啊。你可能租个房子在日常的开销就已经很拮据了。那神在这个上面对你的要求，不是好像要从你身上再把它榨干，不是，它是让你去看见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然后你能够很好的管理你有限的收入，但是你的感恩，神要在这个方面看见你的心意。所以那个感恩的心是不是多少，而是你的实际的行动。第二个是敬畏神的态度，承认上帝是我的生命、金钱、时间的主人。所以奉献是表示说，这个部分是属神的，我愿意尊主为大。第三个是舍己，舍己的意思是说，我为了尊从主，我宁愿牺牲一点享受，把我的金钱的规划有一部分归属神，而不是我自己全部独有。这个是跟物欲的征战，也跟自己说他为大，我为小。那这些就是跟敬虔有关。还有包括第4点是生活的分别，我们把它分别为圣，包括我们所谈的这几项：守主日、家庭礼拜、十一奉献、家庭聚餐，这是我们的敬虔的节奏当中把它分别为圣。本来我们就在做了，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方面的心意。第5个是神国度的参与，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一个人诚心实意的奉献，他要成为一种祝福，不只是在你身上，神说要倾福于你，到你无处可容，而且是我们要一起参与建造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度借由你的参与扩展。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奉献其实不只是仅限于实质的金钱了，其实还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信心，还有你的参与，这些都是奉献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人可能他在金钱上比较充裕，但是有可能他在属灵上、在参与上、在恩赐上也在参与。马太福音6章21节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这句话有时候我们比较倾向于负面解读，对不对？因为你钱在那边，所以你的心在那边，就不关心别的事。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解说，耶稣没有说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他是明确说，财宝的位置决定心的位置。世界的逻辑是这样子，心在哪里，钱就花在哪里。比如说你喜欢买名牌，你就会常常把钱花在那个上面。你喜欢饮食美食，你就常常会花很多钱在上面。很多人喜欢可能很多特殊的兴趣，比如说旅游或是你喜欢玩电玩，或是说很多什么公仔一大堆的，别人看起来一无是处，但是你很珍惜。
不是听到有一个丈夫他收集很多公仔吗？他的太太一生气起来，全部把它丢掉了，把他气死了，跟他太太要决战，因为你把我最喜欢的东西丢掉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一般世界的逻辑是你心在哪里，你不就把钱花在那边。人性会倾向于情欲跟肉体，把财宝投注在世界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反倒是另外一种解读。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主耶稣的逻辑是：你钱放在哪里，你心就被放在那里。当然，我们不是从肉体的享受、情欲方面，而是因为你把钱放在有益的投资啦。有益的投资包括培育儿女，也是有益的投资。你会在社会公益，你就会专心在这件事情上面。更不用说我们投入在教会的建造、福音的传扬，因为你参与了操练那个永恒的投资。很多人喜欢关心这些弱势或是救灾。我们台湾最让人家感动的是，每一次碰到有这两种，很多祝福都来了。第一个是救灾，台湾很多次都是捐献最多的。日本发生3.1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虽然不大，但是捐献是最多的。我们有时候看到说，刚好社会有一个家庭遇到很重大的灾害，或是遇到很大的伤害，很多人钱都过来了，甚至他们觉得说不用了，不要再捐了，已经超过了。所以大家的爱心在那边，你当然就会关心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讲的心在哪里钱在哪里，心在哪里，有时候不一定是负面的解读，而是因为你专注在那个上面。所以关于一个财务跟心灵的连结的属灵原则是：你的奉献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很多人关心教会，比如说门徒培训，所以他愿意奉献在门徒事工上面；有人关心宣教的方面，他就把钱放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人关心我们学生这个教育啦、培育啦，所以他们愿意为奖学金来奉献。有的人为这个礼拜有没有主日学事工？有人觉得说儿童夏令营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所以如果从这个解读，你的钱在哪里，心在哪里，是一个被祝福的，因为你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大家的教导或是大家的参与，非常的有效果了。我们只是用圣经的话语再次强调，或是再一次来肯定，让大家都有份于这样行动。特别是我们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你只要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会员，会员的意思是说，你的会籍你受洗在富强教会，你就有份于这间教会的建造所以愿意将自己能力所及的奉献在这个上面。那约定奉献是等于教会整个教会的运作最基础的费用。那最后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布道。布道是第7步，我们说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传福音、白纸布道这是中会所提供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应该是比较广义的，是你有传福音的热忱，至少有一个月有一次，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在生意上的朋友，你跟他介绍福音，这个就是白纸布道法的主要的意义。只是说他提供这个白纸布道，等一下牧师做一点解释，说如果你用这个方法，也许很有效率，而且很有完整这个福音的操练。那我们要说，到底布道跟敬虔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做一个理解，就是很多人把敬虔的操练，说敬虔是什么敬虔我就是虔诚做礼拜祷告读经他说这个是内在灵命的事，以为只要这个部分就是敬虔。但是你把传福音布道看成是外在的这个是跟敬虔没有关系，其实它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中，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内部内在的灵修自我的跟神的关系，然后对外传扬福音。所以
如果说基督徒只注重灵修啦、禁食啦、祷告读经啦，但是没有分享福音，我们怕就是会变成自我中心的属灵人。你可能自己读好，外界什么东西啊跟我无关。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几千来的宗教的传统，都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论据在跑。有人跑到山上去啊，这个修道院对不对？有那些和尚啊，那个法师啊，就跑到深山去啊，坐禅啊，灵修。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地方，我就不干涉。看起来是很清高，但是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是有不够的。我们耶稣的福音是你要爱人如己，你要进到这个世界，要把福音传扬出来。所以呢，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如果外表努力传扬福音，但是生命不敬虔也不对。刚刚不是说你生命很敬虔，但是没有行动，没有传福音，没有介绍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很热心传福音，哇，很有口才，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本身没有见证，你的生活没有见证，你的行为、你的说话，还有你的跟同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你的跟邻居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你会发现说，你讲的道没有什么力量，你会讲，但人家不信。我们常常在以前比较乡下的这个村落，大家彼此都认识的，很多都认识。这种地方哦，教会的人传福音最直接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好见证，而不是你都会讲。所以在郊区啊，在同一个村落，大家彼此熟识的时候，这个人有见证，他传福音就很快。但这个人没有见证，他口才很好，这传不出去，因为人家看见你的行为，看见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表现，人家觉得你对你的福音没有兴趣。所以这个是两个要相得兼，有敬虔的生命，有认真传福音，这个才是最好的搭配。我们要来讲说传福音跟敬虔有什么样的面向。第一个，传福音是敬虔的自然延伸。你有属灵的生命的丰盛，你就会很自然愿意分享出去，把福音分享出去。彼得前书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前段是说你尊主为圣，表示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看重神的教导。然后因为你活出了属灵的生命，人家就好奇了，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样的平安喜乐呢？你为什么说话做事情让人家感觉你不一样？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你在职场上，你在生活周遭，你常常可能问你说：我看你在为人说话，你很像基督徒。我们常不是讲说有馨香之气吗？那常常你会被人家称呼，你会觉得心中有一点感动跟荣耀，觉得说，也许我的跟人家相处，我的说话，人家肯定我，所以才会说，你很像基督徒。那问题是这个形成了一个人家的好奇嘛，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有神圣敬虔的一个表现，所以人家会讲说，你为什么那么样的有盼望？有些事情很负面，很多人会抱怨，或是很多的身上有很多不好的行为，或是愤怒。但是你有平安在你心的时候，人家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比如说明明你受委屈，因为什么你还是这样的心平气和呢？人家问你，就是不要看见你所做的见证啦。所以他说你要准备好，有一套说法，让人家明白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敬虔。所以要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我们在解释说，彼得他说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说有人会问你盼望的缘由。换句话说，
真正的福音不是硬塞给人的了。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们教会推动了已经7、8年的幸福小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我准备我演练各样的场合我都可以预备好，但是最关键的是因为你邀请这位 bass， 他愿意接受，对不对？他这个 bass 愿意接受你的邀请，换句话说，你一定是他身边，让他感觉你是值得跟随的，愿意尊重、愿意接受的。所以当你为这个你的朋友、你的慕道友、你的base的祷告，他愿意跟随你的时候，这就是开启了福音之门。所以福音不是硬塞的，随便抓人家就要勉强接受。所以是心里尊主为圣，有没有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文化，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如果再扩大一点，就是我们互相教会，人家来互相教会参观，人家来互相教会看见弟兄姐妹平常的生活表现，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喜乐的文化，有合一的文化，有包容成全，有祝福，有信心，有乐观？这个在我们兄弟姐妹当中很自然表露，而不是刻意的。那你就发现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会注意到说，互相教会不一样哦。当你跟你的朋友介绍互相教会的时候，或者说你有一次邀请朋友来到你教会来参加聚会，你会问他说：“你第一次看到互相教会，你有什么印象啊？你看见什么？”他可能他的观察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从无到有可以看见你的表现。所以我们互相教会如果说是一种这样的文化，人家就会注意到这个团体不一样的文化。在历史上有一个团体是德国的一个信仰的团体他们很虔诚，他们有敬虔的传统，所以呢，他们有一次在18世纪的时候，他们要搭船到美国去布道因为那个船在海上遇到很大的风浪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是科技或是船的一个经历风浪的一个能力不是很高，所以发生海难的机会是很大。但是这一群叫做莫拉维亚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聚在那边一起唱歌、祷告，心中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当大家船晕得七荤八素很恐惧、很恐慌的时候，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在这边喜乐唱歌，哇！大家印象太深刻了，觉得说这一群人怎么能够在这么危险当中仍然喜乐唱歌呢？所以呢，他们这一群人在美国建立了福音据点，传福音很快，因为大家看见他们的表现不一样。互相教会有这样的文化吗？陌生人来到这边，我们有一个热意接待，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同心合一的吗？当你有这样的表现，人家就问你盼望的缘由。人家问你说，你有这样耶稣基督的心，那你有这样的盼望，那你要像保罗所说的，你要准备好，要跟他们诉说。第二个，传福音是敬虔生活最真实的检验。你怎么样表现你的敬虔生活呢？是因为你有传福音的热忱。基督徒若没有见证式的行动，很容易就留在叫做宗教仪式的虔诚，行礼如仪，但是在生命上没有见证。所以一个见证传福音的人，他必须常怎么样？活出真实有见证，常常认罪悔改，对人有爱心，要不然我们的见证就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分享几项为什么基督徒的见证传福音跟信仰的考验有关。第一个，它是考验我们对神的心意是否顺服。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神要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那你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术语，还是你真诚的看待？彼得后书3章9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敬虔不是光只有祷告、读经、守主日，而是顺从神的使命。传福音是我们考验
分辨我们基督徒是否把神的心意放在里面。你愿意为一个爱灵魂、为神爱惜一个灵魂，胜过自己的面子跟安逸吗？我们常常最大的障碍是怕人家拒绝，家人拒绝，朋友拒绝，我们同事拒绝。但是你是为了这个面子不愿意传福音，或是你安逸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常常在考验我们，而且他也在考验我们爱主的心是否实际。你有真正爱主吗？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说，敬虔不是一种外表的面貌，比如说你很喜欢祷告、禁食、守主日，而是活出神的性情，就是他的怜悯、慈爱跟拯救，跟神同心合意，完成他救人的旨意。你愿意爱主，而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差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个评估说，我敬虔却不关心世上的灵魂，也没有灵魂的负担，那你的敬虔有点像圣经所说的我爱神却恨弟兄，是一种没有行为的信仰，它是死的，是口头的，但是没有真正实际。我们在这个评估说我是有爱的人，却从未想过要把生命的粮分给别人，那我们也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化、口头化，传福音对敬虔之爱的实践没有办法完整。所以我们不只是口说，而且我们也这样做。第三个，它是考验我们是有真的相信福音的能力。福音是只是你口头讲呢，还是真的你相信福音能改变人？我们教会常常会举办见证分享。那见证分享就是说，他本身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福音的能力，所以他把它讲出来。罗马书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的人，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为耻的意思是说，把传福音看是一件害羞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解说：当人以某事为耻，往往是心里认定说这件事不能帮助我啦，成功得胜接纳你就觉得去排斥它。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会潜意识以福音为耻，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而不是说这个人很清高就不会他就会。我们会表现到说，有可能福音为耻是在我们生活上的展示，是我们在职场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对传福音感到尴尬或丢脸，我们在家庭中不敢分享见证，我们对十字架这个救恩说法觉得太老套、太软弱、不合时代。其实最近听到一个讯息，在美国新的一代成长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个类似问卷见证调查，很多年轻一辈的可能对福音、对信仰、对传统一个在美国人觉得是非常基本的信仰，他们产生怀疑，因为外在的引诱太多，外在的威胁太多，外在的一个破坏太多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坚持在这个十字架的恩典，你会发现说你的立足点就不够力量了。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常常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根本原因是心里不真实，相信这个福音的能力是有价值的，是以荣耀的。所以当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是出于说亲自经验到福音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最要说，我们经历到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你就不会以它为耻。有什么样的经历呢？第一个是福音是神的能力，它能拯救罪人，改变人心，击碎撒旦的权势，带出永恒的生命。这个能力有没有在你生活上实质上去体验到？第二个，福音是真正的价值，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第三，是福音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羞辱。哥林多前书
1章23节到20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神的智慧。不认识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时候，当然说愚拙、愚笨啊，没有效。但是在神里面，基督是上帝的能力，是神的智慧。这一些话语，让我们见证到说，传福音是基督徒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们的中会推荐说，有一个非常简要的传福音方法，就是要白纸布道法。那牧师曾经用2个版本，一个是中会提供的，他做的是比较精致一点；另外一个是一张白纸，下个礼拜牧师会把它印在周报上，让你去体验说，如果临时没有预备什么道具，一张白纸你就可以传福音了。那今天要介绍的是，刚刚我讲的这个白纸布道法哈。那牧师手上有这一张白纸布道法的中会他提供的，那牧师去给他领了500份。我说我们要庆祝50几年哈，如果我们跟500个人传福音，那真是太棒的一个行动了哈。那这个他印的蛮精致的，这是它的封面，但是它的里面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投影片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哈。你看白纸布道法，它的正面是封面，就是中会提供的哈。反面是这样子，原始是这样子，中间有14个像刮刮乐一样被一层薄膜把它盖住了哈。那你就按照这14个单词去分享福音。好了，那牧师这个是我把它刮掉的是这样子，刮掉的大概就是被蒙住的，就是要你介绍的，然后你可以拿10块钱拿10块钱的硬币，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像牧师手上刮，然后一边刮一边讲。那不困难，我在周报的第9页已经把这个等于这个逐字稿都把它印在里面了哈。我们可以看这张逐字稿。那牧师做一个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做一点简单的解说了哈。简单的解说怎么说呢？就是这张是已经刮好的，那因为刮好了，好像就是还是能用了，只是说没有那种很有趣的这个流程哈。那所以我们要从这一张拉开是14个流程，但是你拿到这一张卡片的时候是还盖着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它折一半，折一半之后再往外折成这样子，就像这样子，折成这样子。那折成这样子，因为1、2、3、4、5、6都还这个涂了一个涂层嘛你就开始像我们这个白纸布道法的文字叙述，你会跟他讲说，起初有一位神，然后他创造了人类，开始关系很好，非常幸福，就是神这一排有幸福，然后也会有得永生。第一个就刮永生，对不对？第二个说人可以享受从神来的平安。第2行这样就过着喜乐的生活，那刮第2个。那第3个是祝福，然后他说会得到天国的恩典，那就刮到天国了。所以第一个是将神的祝福创造美好，第一个阶段3个刮掉，那就幸福永生、平安喜乐、祝福跟这一个天国。那问题来了，他是人有罪所以就变成要讲左边这一个区块，这个人有罪。所以呢，就开始带来不幸，罪就带来了死亡，人会充满了惧怕，惧怕就带来死亡的审判，人要对罪带来的刑罚，最终结果就是进入地狱。这是第2阶段。第1阶段讲神的恩典祝福，第2转人的堕落跟受的刑罚。好了，那怎么解决？你就把它拉开了，拉开之后变成这个样子，拉开是在左边的第二区，第7个，人也是想追求一个幸福跟恩典嘛，所以他说人在努力去追求宗教，
你追求好行为，追求能够助人救济，或是做功德，哇，这些，但是他永远跟神的祝福还是拉开的，被拉开了，没有办法。所以要怎么办呢？他说：“神爱世上的人，所以他就看到第11个，因为耶稣来赐给我们，只要听，有一个听，对不对？把它刮开，然后你相信的，再把它刮开，那你就会得着从神来的救赎跟恩典，你就会跟神来建立永恒的关系，然后就可以跟他读这一段经文，这一个第14个读经文，然后结合起来之后，祝福来了。我们看到右边的永生、喜乐、天国，会代替死亡、审判跟地狱；幸福会代替不幸，平安会代替惧怕，祝福会代替刑罚。那你就可以左边、右边一直跟他解说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要背起来，不用，你只要这个刮刮乐把它一刮，你就会讲了。只要多看几次。那我们怎么样处理呢？第一个，我们在小组里面，你可以先到办公室拿一张已经切开的然后用影印的来练习嘛，因为你一刮开那一张就用途就减少了嘛，所以你可以先用影印的，或是用拍这个图卡的，然后去解说练习跟你的同伴练习，或是你的家人开始做练习。练到熟悉的时候，你只要拿到一张，你越讲会越熟练，你越讲越清楚。最后怎么做呢？你还拿这个10块，对不对？有人甚至还故意去银行去领一个新的10块钱。听说有人特别去越南换那个越南的币，因为越南的钱很大就是好像好几千块那种钱，但是意思是说让他刮完了。这个10块钱要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恩典，他就说拿出这个硬币，这个硬币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神是给我们永生，你只要抓住了，你就会得着。但是有可能你手会掉所以你就用你的手握住他的手，说：“我的手代表上帝的手。当你的手张开的时候，因为我扶住了你，上帝的手扶住你，这个祝福就永远会存在。”然后跟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白纸布道法。那其实教会有准备这个卡你可以先操练几次，然后你可以先找比较熟悉的朋友跟他做介绍。我想1个月一次，如果12个月的话，你就传福音给12个人了不困难。我想是找人比较困难，你讲解不会困难的，是怎么样让他接受。你刚开始的时候找一个陌生人，可能他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要跟他讲什么？好像要诈骗，是不是？所以可能要先熟悉，要为他祷告，先为他预备开他的心祷告。愿神透过这个白纸布道法，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做演练，然后再实际找你觉得最值得会最容易传福音的对象，来把这个白纸布道法把它传扬出去。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预备这样的你周报的这些文字档也可以这样学习。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因为愿意传福音这个简单的材料，还包括下个礼拜牧师要介绍用白纸直接用手写的就可以画一张像类似这样的，但是它的意义也一样所以2种都可以使用。你预备好的就可以用这种卡刮刮乐如果说临时碰到了有人在问你传福音，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一张白纸拿过来，你就可以画一个耶稣的救恩的这个白纸布道给他。愿神是我们这8个属灵的操练，每一样大家能够达标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办公室拿一张你的自我检测，没有勉强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然后你达标说我有聚餐啦，我有旅游啦，我有 RPG 啦，我有读经啦，就达标。到最后我们要统计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达标或是答8项都有啦，或是7项，或是6项，那我们就要做统计，然后送给中会，让中会去做参考。感谢主，我们
富强教会，因为有大家参与，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工。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在周报里面我们在看投影片《荣耀的呼召》，我们坐着唱这首